請問當大家收到推銷電話嘅時候，大家通常會俾幾多時間對方講開場白嘅呢？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只會俾幾秒時間佢嘅啫。當發現呢個電話同自己冇關之後呢，就會狠狠地收線。作為一個電話銷售員咧，呢種感覺的確係幾氣餒嘅。咁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你做電話銷售嘅時候，令到對方冇咁容易 cut 你線，令到你容易啲推進銷售呢？今集節目我就同大家分享打 cold call 嘅正確心態，以及3個 cold call 嘅時候嘅禁忌詞語。想知道嘅話呢，就要完整觀看呢一集節目啦。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呢，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如果你係一個 telesales， 你嘅工作係需要不斷咁樣打電話俾陌生人去做銷售嘅話呢，首先喺心態上你要調整一下，你唔好當自己做緊銷售，你當自己係揾緊人。無論你係貸款、保險定係任何行業嘅 telesales， 你打呢啲電話就係揾緊一啲對你呢個產品有興趣嘅人。點解要有呢種心態呢？因為 cold call 嘅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如果你用銷售嘅心態去打 cold call 呢，當你俾人拒絕嘅時候，你心態上會覺得自己係銷售失敗，咁你嘅心理打擊咧就會好大㗎啦。但係如果你用揾人嘅心態去打 cold call 呢，即使對方無情地 cut 你線，你都只會覺得原來對方唔係你要揾嘅人，你會少咗被拒絕嘅難受感覺。情況有啲似你打電話去揾陳大文，但原來對方唔係陳大文，咁咪收線咯。對方唔係你要揾嘅人，而唔係你俾人拒絕咗一次。呢種心態上嘅轉變呢，可以令你喺打 cold call 嘅時候嘅心態呢係正面啲嘅。調整好心態之後呢，下一步呢就同大家講下打 cold call 嘅3個禁忌語啦。第一個禁忌，詳細介紹自己同埋公司。好多 telesales 一打通電話呢，第一句就係你好啊先生，我係乜乜乜，來自乜乜乜公司嘅，我哋呢就主要做乜乜乜業務。今次打嚟呢，就係想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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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千萬要記住啊！如果對方根本唔認識你，係完全唔會對你嘅公司或者你本人有興趣嘅。所以你詳細介紹自己同埋公司呢，係毫無意義嘅。喺接通電話嘅第一秒，對方想 cut 線嘅意欲係最強嘅。你咁樣做自我介紹呢，只會令對方覺得關我咩事，然後就想即刻切斷電話。你可以用一種令對方咧感覺上好似認識咗你好耐，或者知道你係邊個嘅方式嚟去做呢個開場白。例如你代表恒生銀行打 cold call， 接通嘅時候你可以講：喂，你好啊，我係恒生 Tony 啊。對方聽完之後咧就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認識你啊。當佢正喺度諗緊呢個 Tony 係邊個嚟㗎嘅時候呢，你就成功將佢嘅注意力由 cut 唔 cut 線轉移咗去第二個方向。呢個電話能夠延續落去嘅機會呢，就大大增加啦。除非係公司或者行業法規規定要求你一開始嘅時候必須講明全名同埋公司，否則千祈唔好咁樣做。禁忌2，問對方依家方唔方便講嘢。好多人覺得係出於禮貌，喺電話接通嘅時候就會問對方啦：請問你而家得唔得閒啊？方唔方便講兩句啊？而家阻唔阻你啊？等等。其實呢啲呢，就叫做自殺式問題。如果對方直接答你唔得閒、唔方便、好忙，咁你下一句可以講啲咩呢？而家收線咧就等於白費功夫。如果硬住頭皮講落去咧，就會令人好反感，即係講又死，唔講又死。所以呢條問題係自殺式問題。咁應該點講呢？只要客戶接得電話，你就可以假設佢得閒。因為如果佢真係咁忙嘅話，根本連電話都唔會接啦。而如果你想禮貌啲，想得到對方同意繼續講嘅話咧，你可以用反問句，例如：你而家方便講兩句㗎可？通常對方嘅反應就係：請問有咩事啊？呢句其實已經等於同意你繼續講落去㗎啦。禁忌3，詳細介紹產品。如果你銷售嘅產品係唔能夠喺電話裡面成交嘅，你打呢通電話嘅唯一目的就係約見面或者邀請佢出席活動。你哋之間嘅對話焦點應該放喺完成邀約呢件事上面，而唔係產品介紹。如果對方主動問起產品呢，你只需要簡單概括咁帶過，然後迅速將話題帶翻去邀約上面。例如呢個美容療程咧，主要係解決色斑嘅問題嘅。大多數客人咧第一次已經會見到明顯嘅成效㗎啦。而家我哋有首次體驗優惠，你聽日定後日可以過嚟體驗一下，我同你約翻個時間啦。即使對方問起產品內容，都唔好詳細講解，唔好俾對方牽住個鼻子走，然後連自己打呢通電話嘅核心目的都忘記埋。
重溫一次3個 cold call 嘅禁忌語：第一係詳細介紹自己同埋公司；第二係問對方而家方唔方便；第三係詳細介紹產品。大家將來做 cold call 嘅時候咧，記得就唔好再犯呢啲錯啦。如果你認為今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咧，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我係 Tony，下次再見，拜拜。